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7日下晡新闻，我是麦尚英。头起先，请带大家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咱的中和军舰伫台中港外海甲中国的渔船相遇，双方人员拢平安。这军舰虽然有受到损害，也毋过无碍着航行的安全。法医的老师接受中国的采访，甚至上课佫讲到政治和学校甲约谈。另外，台北市政府发言人把发表那像是亲中的言论。九州集团洗钱案，陈建国甲林明佐顶礼拜交保，昨定开期压庭，依市原本的裁定，两个人拢爱挂电子的卡关。先来关心的是咱的中和军舰3月27半暝0:38的时阵呢，伫台中港外海差不多45海里的所在，甲中国的渔船两个相遇。这海军舰队指挥部表示讲，双方的人员拢平安。这军舰虽然讲有受到损害，也毋过无碍着航行的安全。这海军舰队指挥部表示讲呢，这桩相遇的事件发生了后，就有随请海巡署去现场收集证据，后手会照规定来调查，厘清责任。根据这海军的官网，这只中和舰主要是咧载陆战队的人员、装备，也佮有支援两栖任务等等。左营军港就是伊重要的驻地。再来关心的是，国民党的立委洪晓玲，因为甲农业部讨战时粮食配送站的地图，是引起真大的争议。民进党立委赖瑞良质疑这洪晓玲的目的，也毋过洪晓玲说讲，其实各县市的全民国防手册拢有相关的资讯。专家就来建议，为着这国安设想，立委应该爱透过秘密的会议，才通讨机密的资料。强基站一直交代，台海局势持续升温。国民党立委洪晓玲日啦甲农业部讨战时粮食的配送站地图，农业部长陈俊贵事后是讲，资料是属有国安层级的机密，未对外公布。民进党立委赖瑞良是质疑洪晓玲讨战时资讯的目的。翁小玲自称为中国人那这时候跟农业部索取战时的粮食站的资料，目的为何？是不是要？将这个资讯提供出去，提供给一般民众知情是非常合理的。大家知道，现在就先知道说，万一发生战争情况，民众能够去哪里取得安全的粮食。洪晓玲伫广播专访的时阵回应，提起农业部农粮署伫美巡迄当时无讲是秘密，佮以台南市做例，伫市府网站全民国防专区详细列出647个民生必需品配售站的名称加资讯，供应站的资讯都完整的登载在各个县市政府的全民国防手册，台南市政府完整的刊登所有的民生必需品的配售站。立委要这些资料可以但是呢，可能必须像国防外交委员会一样在召开秘密会议给这些立委资料方便他问政。专家认为，粮食是属有重要的战略物资，配置这资讯牵涉到机密。不过，立委参加秘密会议，拢必须爱签保密协定。建议立委要讨机密资讯，应该爱透过秘密会议，安尼就会当达到问政的需求，也当兼顾国安风险。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咱的总统赖清德反制中国的威胁，甲中国当作是境外敌对势力，也提出17项国安措施，其中嘛包括要来恢复军心。昨是有70个学者做伙提出声明，因讲即马台湾的言论自由已经受到压迫，呼吁赖政府赶紧打动。台海情势紧张，总统赖清德反制中共威胁，提出17项国安的做法，恢复军心，并且把中共看作是境外敌对势力。最近，佫发生陆配爷爷发表武统言论，被要求离境。两方对抗一直摊开，对此有75位学者日前发表捍卫台湾民主法治甲和平安全的联合声明，批评赖政府和戒严的思想心早降临台湾。发起人包含中央院议事陈培铁、作为联名秘书长黄德拔等人。陈培哲教授的话，他说赖总统与执政党应该和代表大多数民意的在野党沟通协调，不应为了维护自己政党利益，刻意挑拨
台湾社会内部冲突。新闻批评了政府用民粹主义营造支持者向心力，加大陆妖魔化，但也无共意见。思想审查已经降临台湾，政府也乱用行政裁量权加压驱逐出境。台湾的言论自由空间和快速压缩，呼吁赖政府及时回头。我们对赖总统的把这个对岸视为敌人哈，这个是我们觉得违宪。我们宪法不是这样讲的哈。那而且你这样讲，不是只有台湾的人。连你的美国盟友都觉得这个东西不可思议。学者认为，真侪民众为两岸关系恶化感觉忧虑，行政院长杜英泰无做出回应。总统府是以文字回应，尊重也捍卫无同主张者的言论自由，也不鼓吹对台发动侵略战争、受分加强迫缓刑，是对台湾自由民主国家体制挑战，也触犯到民主加言论自由的红线。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言论自由来看，这北一女的国文老师侯桂枝，因为接受中国的采访，这期赖总统的言论，甚至呢伫上课的时阵讲到政治，和学校界约谈。另外，台北市教育局是来回应讲，经过调查，这个侯老师呢并无违反到教育中立，也阁有共款引发争议的是台北市政府的发言人李正宪，因过伊去中国读册的时阵，捌发表到那亲像是亲中的言论，和民进党的议员要求爱检讨台北市府的发言体系。我的母亲跟我变成敌对，我觉得我怎么面对祖先？赖清德要不要去面对他的祖先？我真是想问，那良心何在？北一女的国文老师吴桂枝顶一日接受中国央视的采访，伊即期总统赖清德甲中国定调措施境外敌对势力，安尼互伫中国有亲人的台湾人是要安怎才好？这个言论去互民众检举，而且即期吴桂枝伫咧上课的时阵违反教育中立，北一女25收到教育部的通知，要求要处理。吴桂枝嘛证实，北一女的校长有甲伊约谈。我在想，什么叫做教育中立呢？那我教的是国文，那我在上课的时候讲中国传统文学的美好，这个跟所谓的教育中不中立，这个我觉得到底有什么抵触？我从来没有在，比方说竞选期间替某政党在拉票。经北一女校方查证回复，并没有学生反映老师在课堂上违反教育中立，也没有在校内违反教育中立之情事。教育局尊重教师专业自主权及言论自由。同款引起争议的，也有台北市府顶一日宣布修例各改组，先做发言人的李正宪，去用标出伫中国读册时阵受访的时阵表示，台湾有恶意，毋过中国真友善。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感受爱国的情操等等的言论引起争议。李正宪这样子的国家认同，适合担任台北市的发言人吗？关于有心人士考古过度解读我个人数年前在中国大陆读书实习的经历。相信社会大众都不乐见有新人士的双重标准。李正宪嘛强调讲，对市府最近受到两化相关议题攻击，市府的立场一直拢是徛伫自由民主甲法治的精神，而且台湾的少年人拢对家己的民主甲自由有信心，交流本身更较会当凸显多元包容的价值。公视新闻台北报道。好，咱头拄看到这北一女国文老师呢，除了接受中国采访，这期总统言论，甚至伫上课的时阵嘛来讲到政治。台北市教育局是讲，伊无违反教育中立，所以保护伊的言论自由。也毋过最近参加正热的中国配偶爷爷，却因为拍影片讲武统，互咱的政府甲赶出境。这两件事件的这个严重性，到底是要安怎分辨？今仔日解剖新闻，咱就请怡珍为咱说分辨。是主播。在北一女中的老师吴桂枝接受中国央视的采访，针对咱赖总统甲中国定做境外敌对势力的言论提出质疑，去互民众检举。学校甲约谈，不过教育局表示，经过查证，这吴桂枝无违反教育中立，这教育局尊重伊的专业自主权甲言论自由。啊，若伫咧抖音拍影片，鼓吹用武力统一台湾的中国配偶爷爷，是互取消居留的资格，已经离开台湾。这处分是安怎是天差地别？昨有75位学者，包括左派和统派人士发表联合声明，批评赖总统上任了后，甲无共意见的人伫红帽仔安罪名，限制言论自由、审查人民的思想。针对这份声明呢，这总统府嘛发表回应，强调鼓吹对台湾发动侵略战争，已经触犯联合国公约定的犯罪行为，是对台湾国家体制挑战，嘛抵触民主甲言论自由的红线。
看起来政府对言论自由界线是已经讲甲真明啊。根据联合国公约的规范，有保障言论自由，不过嘛强调国家有义务透过法律禁止鼓吹战争、仇恨、煽动歧视。这个公约伫咧台湾冇法律化，是有法律效力的。为国际公约来看，针对特定族群煽动暴力的言论，可能会互认定是仇恨言论罪。简单讲，你会使支持两岸统一，这是你的政治立场，你的言论自由。不过，你若支持用武力侵犯台湾、危害国家安全，就算是仇恨言论。翻头看影片，伊支持武力统一，都是用暴力侵害台湾人这个群体。台湾是一个民主社会，真重视言论自由。不过，这无代表任何言论都应该接受甲包容，尤其是砍下煽动仇恨、鼓吹暴力，或者是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现行台湾的法律因为无明确的规范甲机制，才会出现争议。未来政府就要检讨制度，才会当伫咧保障言论自由甲捍卫民主法治之间有明确的标准，才袂因为身份无同做出无同的处分。以上就是今仔日解剖新闻，咱甲时间交等去主播。好，多谢怡真的解说。所落来咧，要来关心的就是九州集团总裁陈建国，也有刑事局前警政监林明哲，这两个人因为牵涉到洗钱、涉密，也有贪污等罪，顶礼拜是以2亿甲1200万来交保。后来这检方提出控告，昨伫台中地院来定开羁押庭，落尾是依持原本的裁定，也毋过这两个人嘛需要挂电子的卡环。天门拍开，乌色小车驶离开台中地院，坐伫车内底的人就是九州集团总裁陈建国。另外，坐轮椅地帽啊，脚正明显快速挂电子卡环，伊是刑事局前警政监林明哲，两人各自离开地院。昨下晡4点，台中地院重开羁押庭，九州集团总裁陈建国真轻松行入法院，对这摆的开庭依旧有信心。你要相信司法吗？明天就会知道了。可以接受吗？你对自己有信心吗？当然有。可以接受，就是法院要反悔更裁这件事情吗？这是政府的权利啊，没办法。陈建国讲，尊重检方提出控告，另外一个被告前刑事局警政监林明哲，故意避开媒体，企条围边的门进入法院。检方侦办九州集团洗钱甲涉密案，顶礼拜2人交保。检方认为因的材料拢用逃亡境外，所以提出控告。台中高分析认为，陈建国不想要坐飞机出境手机关机，而且手机内底有共案的被告持配证，问伊卖空中巴士私人飞行机的截图，应证明财力真高，有逃亡海外能力。林明哲无固定住的所在，加上限制住机的所在是屏东县，离台中地院管辖区真远。屏东县海华线等非法出海管道济，都撤销地院交保裁定。顶礼拜2人分别2亿甲1200万交保，定开羁押庭结果交保金额甲第一摆裁定结果同款。毋过除了拢爱挂电子卡环，也佫爱伫每礼拜指定时间去派出所报到，佮用国家记录器来监控。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是咱的问题来关心的是，有民众呢带囡仔去食牛排，结果这个5岁囡仔食到一半，竟然为伊的喙里呢吐出一支螺丝。这店家是有加回息的，嘛无收迄部分的费用。因那台南市卫生局是强调会主动来调查，来保障消费者的食安。民众伫网络上打文，暗时带着囡仔到连锁的牛排店来食物件，无想到囡仔竟然食到一粒螺丝。相片顶面发黑的这粒小螺丝，就伫咧猪排副餐的面下面。事发当下，好佳在囡仔甲螺丝吐出来，就会先跟店家说一下吧。对啊，但是还是要请他注意。但是螺丝是有点夸张，这真的是让人家会觉得怕怕的。所以做吃的真的是希望做吃的老板们，这样大家小心一点点。卖牛排的面条内面有螺丝，互其他的民众烦恼食安的问题。对此，店家表示，面条拢是委外厂商煮好送入来，一包一包现成的，阁无清楚是倒一个环节出问题。当下已经向消费者来道歉，嘛会甲状况向厂商来反映。马上有让他更换一个，然后就是另外再做一个新的招待他们这样子。他厂商也还没给我回复吧，就是员工训练上或者是你的食材上都会多注意这样子。台南市政府卫生局呢也安排前往稽查，那如果有查获违反食安法相关的情事呢，则会予以裁处。好佳在螺丝无去到食入巴肚内，不过后续台南市卫生局嘛会主动前往稽查。
要了解事务内面有其他物件的相关责任，公司新闻正份担报道。再来看这台北捷运中山站的头前呢，是新画一条20公尺宽的斑马线，原底伫咧边仔2条斑马线呢，即马嘛已经糊掉，也毋过呢，试办1礼拜了后，再批评是坐过恶落，所以即马台北市政府昨搁甲糊掉的线搁甲画倒转来，即马透过交通灯号的改善，互车甲人袂搁再相争。顶礼拜台北市政府伫捷运中山站头前画一条要20公尺宽的斑马线，就甲边仔2条普通斑马线画掉。不过伫咧这礼拜三又搁甲这2条普通斑马线画倒转来，当地里长讲是因为当地居民要习惯是行这条普通斑马线。逛街的行人是其实相对是比较多的啊，因为他们不论是在2个百货公司之间的做一个穿梭，或者是整个商圈的一个漫游，它其实都还是会是习惯的是从2个原有旧的新川线这边去做一个行走。短短时间甲线画掉，即马个画倒转来，交通局解说，原底是环岛旧斑马线会造成人甲车的路线交接，发生危险。即马甲线画转来，透过控制车红灯，确保人咧过车路的时，车辆是袂震动的。这个行人的动线还是有它使用上面的需求，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时制做了一个调整哈，变成一个24小时的一个行人专用时相。简单讲，就在这个行人专用时相这个时间内呢，行人可以安全的行走。他把这个行车跟行人的动线呢都完全隔离开来，车子在这个时间内是完全的静止。民爱里里长王俊尧讲，所落来也继续观察在地居民、游客过车路的状况。伫5月份的时参市府开会，讨论敢有需要改进的所在。由其他里长向记者表示，希望市府咧做决定之前，会使参地方详细讨论，避免这款状况再再发生。记者讲林玉凯台北报道。国科会选定国家火箭发射场，这是伫咧屏东沅州乡的高坪村这个所在。屏东县府是表示讲，宝丹乡呢已经有科研火箭发射场迄，希望会当赶紧来建造一个产业供应链。这按后手也会展开规划，也阁有宽屏的作业，未来也会当互附近的国家来发射卫星。来到屏东沅州乡九坪村召开公听会，去年国科会公告2大国家火箭场候选地址，一个是台东的南田，另外一个是屏东九坪。经过4届审查，最后选择了屏东县沅州乡的九坪村。国家太空中心捌定的2年前进行日轨火箭验证测试，未来国家火箭场就是要发射日轨火箭。太空产业即将要进驻在屏东科学园区及科技产业园区，那未来也会形成一个产业的供应链。国家火箭场未来会发射日轨火箭，未来也会提供附近国家若准有发射卫星的需求，就背书是火箭机场的概念。也若旭海村是科研火箭发射场，提供学术研究用途，也个未来航太人才培育。国家太空中心是真欢喜，安尼互相斗帮助，会当互人才对学术界就接起来啊。涉及在满洲乡，甚至于年轻一代的，从就读于国中、高中以上，成绩可以的话，就由那个火箭公司来培训，而后就到这个地方服务。台中逢甲大学2届拢伫咧屏东旭海发射科研火箭，计划主持人是认为，2个场地若相比九坪村的土地是较大较理想。目前发射科研火箭拢是伫咧旭海村，因也尊重国家火箭发射场选地点的决定。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要先来关心的是土耳其伊斯坦堡的市长伊马莫鲁，3月19的时阵，互人以贪污甲支持恐怖活动的罪名甲抓去。即马各地是发起10多年来上大规模的示威，即马已经持续超过1礼拜啊。反对派是来呼吁支持者来抵制亲政府的企业。总统埃尔多安表示讲，这伊马莫鲁呢是有影有贪污，而且嘛来批评反对派的行为。为相关被指控贪腐甲支持恐怖活动，遭到逮捕告解职的伊斯坦堡市长伊马莫鲁，其所属的反对派共和人民党 CHP 甲支持民众发起的反政府抗议行动已经1礼拜。第6个示威呼吁全民抵制亲政府的企业，包含控股公司、甲比连锁店、甲电视频道。因抗议总统埃尔多罕为打击可能出来挑战总统大会的伊马莫鲁，无少继续诉发多一罪名。Bütün Türk halkı Erdoğan'ın ve yandaşlarının sahip olduğu kurumlardan uzak durmalı, onlara paralarını vermemeli ve Erdoğan'ın hükümetini fonlamamalı.
伊马莫路第19遭到逮捕，反对党号召民众发起示威，为社会人士甲学生拢留在响应，为避免政府指派人员接管市政，由反对派主导的市议会第1日投票，在全部314个议员当中，177人选出反对党的阿斯兰做临时市长。副议长表示，希望在市长无法度做代志的期间，技术仍正常运作。同时，总统埃尔多安在国会演讲当中宣布，反对党家己提高对伊马莫路不利的文件证据，才互伊遭到逮捕。指控反对党发起反建会活动是真无负责任。Sorumsuz boykot çağrılarıyla tüccarın işiyle oynayan, işçinin ekmeğiyle oynayan, sanayiciyi, girişimciyi batırmak için adeta çabalayan muhteris siyasetçilere prim vermeyeceğiz. 人权团体是谴责透过政府逮捕伊马莫路有反民主的政治企图。这摆各地发起的反政府示威规模是10万日来上大一摆，因为警民冲突被逮捕的民众超过1000多人，其中也包含10个媒体记者，其中法新社记者是伫处理被逮捕，罪名是参加非法集会。无国界记者组织指控透过政府歪曲公共集会法令。呼吁当局赶紧放出记者。公司新闻张淑芬评论。美国总统 Trump 3月26日在黑洞约伊宣布，所有进口美国的汽车4月初3开始，就要来扣25%的关税。即马全球贸易战是愈拍愈烈，美国收盘大破价。针对这款的状况，在后面是回应讲，继续协商甲解决。美国股市一日收盘大跌，标普500落1%，纳斯达克指数落2%，汽车业相关类股高度被关注。通用汽车盘后股价大跌超过7%，福特甲欧洲汽车大公司 Stellantis 拢大跌超过4%。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对所有进口美国汽车扣15%关税，美当时间4月初3透早生效，主要是扩大美国的汽车制造实力。新关税措施另外也阁适用伫汽车零件顶悬，包含引擎甲变速箱，上万5月初3会生效。We're trying to get approved if we can. If you borrow money to buy a car, you're allowed to deduct interest payments for purposes of income tax, but only if the car is made in America. This is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and this will continue to spur growth like you haven't seen before. 数十年来，因为自由贸易协定，汽车制造商将加拿大、墨西哥甲美国看作是大国，彼此之间无关税。虽然美国汽车制造业是正大，不过川普有关想要将伊扩大，对加拿大来讲是无好的消息。This is a direct attack. 关税威胁会改变重要的制造业，也增加美国消费者开销。这北京官员表示，美国人自2014年买差不多1600万台车，其中一半是进口的。关税增加的成本一定转到消费者身上，制造商也无可能简单将伊的供应链刷到美国。Quality first and safety first all the time, and that's the way the industry operates. So if you inject the word uncertainty or instability or higher costs into this conversation, it is disruptive to the industry in the way it operates. 对川普加扣关税，欧盟表示深切遗憾，佮会继续找找甲美国协商解决方案，佮进行相关评估，来确保欧盟的利益。虽然全球贸易战明显升级，不过中国底下新平台抖音海外版 TikTok 被延后落价禁令，也要伫4月初5到期。川普指导表示愿意降低对中国关税，来换卖 TikTok。公司新闻恩文玲评论。在美国新关税咧要实施，传出在台湾咧有可能互人列做是垃圾15国之一。咱的财政部长曾翠云表示讲，会做好因应的措施。若准在台湾出口去美国的沙布越野车也互人扣关税，安尼就会来提供协助。也若台湾若真正是列做是垃圾15国，敢会甲 WTO 来申诉咧？行政院是回应讲会好好讨论。4月初2，美国要公布对顶关税的内容，传出台湾可能会伫垃圾15国的名单中，咱国相关部会爱安怎因应呢？你认为美国认为我们跟他的关税是对等的吗？就工业产品来说，其实差距不会很大，不会很大，但是还是我们有一点比较占一点便宜嘛，大家点头了嘛？好。经济部表示，进前有去美国了解美国总统川普伊的新政确实的内容，有甲智库学者也甲美国经贸官员见面，同时也收集资料，有
联亚立委是提出，去年美国贸易逆差的来源，台湾排第6，金额达到739亿美金。为了平衡台美贸易逆差，应该爱对美国持续采购。不过，那亚立委是烦恼，万一台湾互人列伫垃圾15国，是不是应该爱向 WTO 提出申诉呢？假使我们真的被列入肮脏15国。我们会不会跟其他14个国家跟 WTO 申诉？我们现在不排除，就是我们需要去评估4月2号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关税的结果，然后我们才会通盘的去思考。因为美国要安怎扣定对顶关税，目前是也唔知。不过财政部是讲，会持续关心关税对汽车产业的影响，提出协助措施。公司新闻采访报道。NCC 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这委员的人数是无到一半，也就是讲37间广播电视的频道呢，恐惊是会停播的。代理主任委员陈宗秋是表示讲，目前受法规会当互换照当中的业者继续留伫平台。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委员的人数要是无够。今年7月份之前，就有37间广电业者执照都要到期，面临违法播出的情形。有线电视如果是基本频道，它要下架的话，必须要报 NCC 来同意。NCC 这种下架是属于营运计划的一部分，那必须要由委员会来做成决定。法规的规定会让基本频道在有线电视是目前状况下是不会让它下架的。委员人数无够，致使无法度召开委员会。去年传出行政院长杜英泰赶紧要定顺名单，不过到达还是无进度。但从事讲，这是权责机关的问题。权责机关就是行政院，并无提出名单，目前提名的进度伊嘛不了解。他说 ，NCC 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立法院无法及时审查行政院的委员名单，导致于委员人数不足。要不要了解一下？是谁又在放消息、放话？他们在2月21日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递交定暂时的状态处分，但法院没有受理啊，认为说 NCC 还是具有裁量的这个空间，显示行政人士的迟滞会导致业者依法无门、合法无土啊。但从事强调讲 ，NCC 的运作并无动点，针对伫要换照的业者，会发通知函通知因换照的进度，证明对方无故意的过失。在考虑全面视听权益的情形之下，会让业者继续播出。公司新闻台北采访报道。立法院请文化部长李婉来报告今年的施政重点。调查立委是针对文化部处理预算的进度拢真关心，其中就有人质疑这种预算送出去够大，这文化部是安怎拢无提出报告来解读？部长是解释讲，这解读冻结的条件有影是真严格，要伫短短1个月内交出报告，实在是真困难。中央政府将预算案伫咧顶个月2月19才对立法院送出去。拜四，立法院的教育文化委员会请文化部长李婉来报告今年施政重点，嘛接受质询。今年文化部预算总共放贷11亿，冻结34亿，原本本来290亿有15%受到影响。调查立委嘛关注预算解读冻结的进度，其中有国民党立委指出，有4亿的预算是会当书面解读的，嘛质疑文化部是安怎到当也未提出报告。文化部是不是有确实准备好要来解冻预算了？什么时候可以把解冻案送进来？如果你看到我们被那个冻结的那个量我这边手上一堆因为这个冻结实在太多到我们光是写这个报告会花掉我们所有时间。李婉解说，唔拿解读冻结的条件严格，而且项目真多，要伫短短1个月来交出书面报告，有影真困难。国民党立委嘛提出一卡面汤自保盆送互李婉，强调文化部唔是讨饭的，应当是煮饭的人，爱想办法解读冻结，提升文化产值。因为针对最近社会关注的统战议题，有民进党立委指出，这个人利用公众的身份，伫咧中国也是网络发表伤害台湾主权的言论，嘛要求文化部提出对策管理和辅导。有些商业活动有没有附带条件？是需要再讲说我是中国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你的商业活动里面有没有这个附带条件？我们会对这个事情比过去更积极一点。其实会比较明确一点。本席会建议文化部这边你们其实在指引中可以很明确的点出违法的样态。
文化部表示，有配合陆委会针对台湾艺人去中国发展的规范修改指引，该爱注意的代志。嘛表示新指引当中有规划，若准艺人有申请台湾的辅导金，也是帮助，事后查到有做出伤害台湾主权的言行，拍算会甲钱约动来。文化部长表示，要禁止中国利用台湾艺人来对咱国做文化渗透。记者卢尚如、郑俊友台北报道。来看台中的圣堂中医甲九福中医5年前呢，用禁药、自杀也有烟弹是拢总造成38人严中毒。一审是判圣堂的负责人、九福的医师也有中药商6年至7年6个月。今仔日是2审的宣判，改判4年2个月至6年，专案也会当上诉。台中圣堂中医、九福中医诊所2020年发生违法使用烟弹自杀的中毒事件，造成38个人烟中毒，包括台中市前议长张丰年一家伙仔拢受害。台中地院昨年1审以药事法重判圣堂负责人吕志玲、九福医师洪章宏甲中药商欧国良6年至7年6月不等。台中高分院27号2审改判4年2月至6年不等，专案有案会当上诉。被害人家属尊重法院的判决。我一部分的患者他已经死亡了，过世了，所以呢，我现在没有心力再去面对这个法律的问题。法律该怎么判就怎么判。2审的法官认为，一审以看诊的数量来论罪，应该改为看诊的人数，而且考量吕志玲向部分被害人赔偿调解，因此改变判刑。目前吕志玲已经支付19名被害者部分的赔偿金，表达有意和解，向法官请求缓刑。不过，也有受害者认为看不到诚意，无愿意和解。谈和解的事项，应该大家都有一个诚意在先呐。那就目前事情发生到现在这么多年，老实讲，我看不到他的诚意啦，嘴巴上都说是有啦。所以，我们所谓的坚决不和解，是对于他的态度上无法接受啦。为受害者进行团体诉讼的消基会表示，2审法官有愿维持刑事有罪判决，希望会当影响到民事判决责任的认定。聚焦伫咧赔偿的数额，赶紧还予受害者公道。另外，是毋是会搁上诉？律师会再搁甲受害者讨论。公司新闻台中报道。有一个原住民女性呢，准任参加租借的关系企业，也就是协力置业。伫咧花莲的建安港庭所发生坠落的公安意外，即马人已经变作是失物人啊。家属去租借来申请，希望讲这租借呢，爱来负责患者的照顾。也毋过协力置业是表示讲，进前已经用200万甲家属来和解，逐个月要提供1万块的补助。你们针对我没有用啊，因为我是实际的志工。我们要请你找人出来啊！工商团体和受害家属情绪激动，爱租借提出一个合理的赔偿。会这么受气，是因为2当前一个细母的原住民女性，伫租借关系企业协力置业做工程的时，无细力对因家落落来，受伤变作失物人。妈妈从2楼鹰架不慎跌落地面，工地为了逃避劳检。甚至于没有叫救护车，他们私下就自己开车送去医院。家属拜四甲工商团体到租借台北办事处申请，希望租借负起责任。不过协力置业表示，这个案件后来经过花莲县政府介入协调，双方以200万和解。协力置业嘛答应逐个月提供1万块医药费，到母女婿往生。不过家属逐个月医疗照顾费用爱开5万块，一个月敢若补助1万块，根本就无够。我们要不是因为经历了3次的调解，而且在第3次。实在是已经没有办法再度过每一天了，负债累累的2个姐妹们被迫无奈接受了那个和解金额。对此，协力置业是发出声明稿回应，赔偿的金额一切拢照调解的方案，照品照行并无违法。也那家属希望租借会当发挥大爱精神，负起责任，提供医疗资源。不过租借也未做出回应。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再来看台中的南屯一个姓名的查甫人，伫咧文心南路附近呢，用自翕的管仔，也有锯仔来攻击别人，拢总是有2个人受伤。这警方是赶去到现场，甲秘伫咧餐厅内底嫌犯甲抓出来。嘛，因为这个嫌犯伊的情绪无介稳定，所以互警察甲介护就医。也那这犯案的动机要搁来调查。手上拿东西放下！警方伫餐厅的便所发现一个姓名的查甫人，秘伫内底，随甲押出来逮捕。你的东西嘞？讲话啊！东西放哪里？警方是真惊心，
因为这个嫌犯会讲攻击。二日中昼迄卡道，伊去文心南5路的一间加油站，甲一个民众问路，不过2个人煞起冤家，嫌犯就举自迄帮，甲对方攻击，双方全起骹动手，造成对方目睭受伤。了后，这个嫌犯离开现场，走去一个建筑工地，看到机啊全举起来，甲一个工地人员扑着伤，拢总造成2个人着伤上病院。马路上也有打，对，这边也有打，这边先吵架，吵一吵就去那边打架。第一次进来我这里的时候，是手上只有自拍棒。那第一个刚刚我说被攻击的那个也是他说被自拍棒攻击。啊，第二次从我们这边跑过去，我就看到他手上有锯子啊，这时候我也跑出去。后来，这个嫌犯佫一概逃走，而且家己啊迄伫半路的，秘入去边仔餐厅的便所内底，了后去互警方抓到。因为这个嫌犯情绪无稳定，警方嘛甲伊介护送病院。这个伫街路港攻击的事件，嘛互在地民众是感觉真紧张。嫌犯是从文心南路的新复发建设那边一直砍过来。本案部分伤者已对孟贤提出伤害等告诉，待自毙孟贤警询后，依法移送侦办。警方表示，加在这2个受伤的人伤势无啥要紧，不过会甲这个甲因攻击性命的查甫人提告。也若依犯案的动机，警方当地理清当中，目前专案向强制罪、甲伤害罪罪嫌来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宜兰头城乌石港的渔会直销中心呢，对2021年疫情期间就开始停业啊，到今已经买我4档的时间。不过到底是要整修，还是要重建，其实也无一个实际的讲法。附近的店家是表示讲，这人客呢已经减3成至5成，希望会当赶紧重新营业。头城乌石港渔会直销中心目前大门锁掉咧，外壁油漆落个真严重，内包装红叶乱，外壁玻璃饰品因为铁架生鲜随时会落落来。渔会打出广告提醒民众，这中心原本卖鱼啊甲餐厅游客真多，啊毋过为2021年疫情期间停业了后，是要搁重启也是整修，拢无定论，严重影响周边店头的生意。对这边餐饮业一定有差的，因为你没有拍卖场啊。因为那边没有人逛街啊，就比较没有人潮啊。店家表示，中心停业了后，客源减少3到5成，正是希望因赶紧营业，促进在地员工。渔会直销中心在1998年启用，头城区渔会表示，因为建筑物老旧，在0403地震了后，厝顶的暗土落落来，钢筋也漏出来。渔会原本争取定期，不过业主认为建筑也无到定期的法定年限，而且结果鉴定确定建筑无安全记录，所以调向征收方向规划。当然是我们会朝着现在政府所在推动的政策，我们希望说这个食育教育啦一些就是地方的特产嘛渔会强调，未来渔会直销中心希望朝向实施教育、渔会拍卖体验等方向经营，以及周边餐厅业者做区隔望望用户。希望把方向定着调之后，后续来争取相关，在年底完成相关公共经费的一个争取这样子。县政府表示，会协助渔会受理计划相关经费，将因能行。那顺利按算年底完成工程设计，搁确定未来经营方向。每年报渔业署争取工程经费，希望中心能够开，带动地方的发展。公视新闻宜兰报道。2023年小犬风台期间呢，超过17级的风扫过红头树，迄当阵的全岛呢是来熄电1礼拜。昨台电宣布，这红头树的电缆地下化，而且强化工程也会提早3天来完工。也毋过部分主体其实到今也未修理好势，预计伫今年6月，这风台来进前就会当完工。台电工程人员2日一度兰屿环岛公路最后一期电火条宣布兰屿环岛电缆地下化工程原定5年的工期，提早3年完工。台电表示，今年兰屿伫风台季停电的机会会减少真多。代表政府还要重视我们兰屿将来的供电的稳定度会更好。而且呢，兰屿不只是我们环岛公路下地兰屿它本身也有光电，也有储能，还有我们的景观发电机组。
就已经形成了类似一个我们微电网的概念。台电表示，兰屿电缆地下化5年前就已经规划，不过2023年的小型风台严重破坏岛上的电力系统，兰屿要停7天电。行政院要求台电爱赶紧完工，台电动员基固人力隆重布设高压电缆线82.2公里。不过，同款去小型风台吹判去的兰屿600多户民家，因为修理的数量真多，目前还有206户还在征收。主要是因为去年的那个台风，造成在年底的时候，我们的交通在一些那个材料啊、修缮的材料等等有受到影响。台东县政府表示，兰屿在后民家的护管工程已经有向原民会申请电源工程预算执行，希望赶在今年6月底，风台柜要来进行完成。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北捷运的淡水信义线今仔日早起有一台列车出现车门的警示，这行控中心是赶紧安排旅客来搬车，后手营运是正常。也若目前这捷运公司是有推出 AI 的侦测系统，若准这车厢内底旅客行为异常，影响到安全，这 AI 是会当即时来侦测甲通报的。警报声大响，透过车厢的点样机 AI 侦测和判断旅客暴力攻击的状况，马上通报事件。这是无记的冲突画面，把这家科技业者共同打造的第一个 AI 数位列车正式上线，透过人工智慧技术，模拟10多种车厢内异常情景，来提高车厢安全。比如说快速移动，那或者是说有对峙的情况，那系统会把它认定为异常状态。那在1秒之内，它画面跟警音都会传到驾驶室的行车专员。在3年前，我们的精准度大概是在85%那相信我们在这个导入之后，很快的我们就会提升到95%以上。研发过程透过具体判断来分的 AI 精进侦测能力，除了异常行为，也可能监测人际状况。第一列车收绑了后，应加速前行流程，提高作业效率。这 AI 数位列车今日在淡水信义线咧驶，这到站的显示器也升级，让旅客别错过到站信息。突发状况，有些人不知道东西在哪里，怎么样按的话，这样会比较好一点，对乘客比较有保障。弱势者还是很多啊，如果要的话，必须要每一台都要有这种作用，我觉得啦。学者表示，数位列车核心是边缘计算技术，在列车无换硬体设备情形之下，未来继续引进创新科技，因应乘客需求来提高服务。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咱大家拢知影，讲这防疫爱挂喙暗接洗手，也毋过台大公共卫生学院所表示讲，这室内的通风嘛是同款重要的。研究团队是去到幼儿园来监测空品，发现这上课2点钟过了，室内二氧化碳的浓度就会超过标准，所以呼吁大家一定要重视室内的空气品质，互病毒莫拖遐紧。细汉囡仔我斗阵耍佚佗物仔，因伫幼儿园甲伊交朋友定定耍做伙。若拄好拄着流感的流行期，家长拢会真烦恼。伫幼儿园互相话着，搁话转去互厝内，挂喙暗接洗手是防疫的撇步。毋过台大公卫学院透过研究，提醒开窗仔互环境通风对防疫也真重要。研究团队针对有空气换气系统的幼儿园进行3个月的空气检测，发现教室内的二氧化碳浓度伫上课2点钟了后会直直增加，定定超过一般正常值800 ppm。所以只要有人进来，他就通风量不足的话，他就马上冲到800。然后更夸张的是冲到1000哦。有趣的现象啊，礼拜1、礼拜2、礼拜3、礼拜4、礼拜5，你看随着一直叠上去，一直到休假才逐渐降下来。学者表示，用二氧化碳浓度来做指标，通知影一个空间的换气量敢有充足。另外，医师也表示，不管是 COVID-19、流感、麻疹，空气未流通，二氧化碳浓度较悬的时，病毒拢会传较紧。特别是伫幼儿园囡仔较侪教室无介大的情形下，医师建议会使透过检测二氧化碳浓度来调整环境的空气品质。可以对2氧化碳的浓度进行监测，因为这也是相对来说一个成本较低的，对风险能够有适当评估的方式啦哈。那透过这样的评估，我们可以选择比较动态的去调整，比如说这个时候通风要不要再开强一点，或者这个时候人数要不要减少一点。医师也特别建议，若是会当安排一寡课程，互囡仔去到教室外活动，减少留伫室内的时间，也通增加教室的空气流通。另外，因为囡仔和时大拢是流感的高风险族群，
建议教学场所厝内甚至是办公室，拢通设立空气检测器，有意识了解环境的品质，也通降低儿童和家庭的感染风险。记者张家嘅谢桂林台北报道。台湾的生育率是全球上低，去年呢虽然是2年，也毋过在新生儿的人数数敢若13万外，是创新低纪录。立法院卫权委员会找卫福部甲国发会来进行专案报告。在野党立委就批评讲，咱的政府呢针对少子化是敢若画口号尔尔，参日本、韩国相比，咱的因应的政策有影是伤烂啊。现此时台湾的生育率也是增加，就算去年是2年，红婴仔出世的人数嘛，敢若13万5千人，创下历史上低。根据国发会预估，到2070年，红婴仔出世的人数会敢若剩5万4千人，比2024年减少6成，可能会加做国安的危机。在野党的立委批评讲，政府针对少子化的问题，欠缺下部会专职单位，而且甲附近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等的国家来比，因为要提高生育率，大力推动婚育公共主体、租金补贴等等的政策，咱国在这方面相对要做了不够。釜山他们提供了1万套，你生育1名子女20年免费住房的补贴，生育2名子女终身免费住房。我们是提高就诚如刚刚我们处长刚所说，现在是提高到一个是由政委他来做整个统合。另外，嘛有立委指出，囡仔生了少，嘛无得到好的照顾。根据卫福部的统计，2017年到2024年，全国早疗通报的个案，8年来拢总通报25万3千多例。不过早疗量能算是根本无够，累计有超过22万的囡仔错过黄金的治疗期，恐惊会影响后一代的教育甲就业，增加社会成本。要求卫福部都要增加早疗相关的资源。家长带着疑虑去通报，然后等待，平均要等待2-3年才进得去早疗体系耶。筛检的部分，我们现在目前也全力在推动跟一些医院他们的门诊，还有包括幼儿园那边来赶快来做这个整个时间的缩短。卫福部强调讲，咱国少子化的原因甲对策真复杂，牵连劳动、教育甲经济等等多面向。目前由政府委员陈时中负责督导少子化政策的方向。另外，嘛已经建议儿童托育服务法，环保行政院审查当中，希望这个会期会当上立法院审议。公司新闻台北报道。桃园市经法局订定自助洗衫店安全管理自治条例，要求这业者呢，都要加装瓦斯，也有乙氧化碳浓度的警报器、自动测灯的装置，甚至是监视器等等。9月开始，这违规的人上当会罚90万。衫洗好，直接脱水，烘好干。社区内底自助洗衫店增加真济，大部分拢是24点钟的，毋但影响睡厝的人甲上班族的需求。当然，真济家庭主妇嘛讲。寡人或者是黄生富贵的时阵，有自助洗衫店真利便。洗小孩子的衣服啊，可以消毒，然后又可以烘到很干，所以我就很放心啦。但是还是要挑比较好的洗衣店啦。洗被单很好用啊，哎呀，怎么说？又在烘干，因为它是自动了，全部自动洗好，你就直接拿去烘干，又没多少钱，真的很方便。根据2023年的调查，桃园有328间自助洗衫店。考虑桃园自年要发生自助洗衫店起步，牵连到过路人的意外。为了加强管理，桃园市经法局定出自助洗衫店安全管理自治条例，除了限制楼层甲面积，嘛要求业者都要安加苏甲乙氧化碳高度侦测的警报器，还有自动紧急测灯的装置、甲录影监视器等等。每半年自主检查，9月份裁罚，那违者上当罚10万块。对于经营自助洗衣店的业者，要求应符合相关的规定，本府即日起，并进行6个月的宣导改善期。我个人觉得疑虑的部分在监视器的部分，因为它这个会涉及到个资法，这是政府要求我们装的，那可是消费者认为侵犯到他权利的时候，他对我们提告了，那政府不可能去替我们打官司嘛。业者表示，配合政府，业者受到规范，消费者嘛会较安心。不过，烦恼监视器的部分会牵连个资的问题。经法局回应讲，监视的设备主要是要让业者随时看顾店内发生的情形，只要卖乌白调出来使用，注意稳输权，就袂有违反个资的问题。公司新闻桃园报道。
来看这高雄寿山动物园两只台湾乌熊，这个月是来做伙过生日。动物园是头届邀请到 cello， 也就是大提琴家现场来奏生日快乐歌。其中一只乌熊宝贝伫咧演奏到尾的时阵，徛起来一直咧点头，若像是咧讲多谢，互大家拢感觉真心实。这个乖乖，一粒头对着大提琴的音乐声，哪叫哪嗨。寿山动物园的台湾乌熊宝贝甲喜皮，两只拢伫这个月要过今21月甲23月生日。因为动物园拢是专工传好料的，今年是准备音乐，请大提琴演奏家来求生日快乐歌。想要到演奏到最后，宝贝雄雄徛起来向演奏家一直点头，袂输是伫咧说多谢共款，互大家感觉足心实的。有时候是表现出可能像是聆听的动作，那有时候是可能表现出好奇、站立的动作。那所以我们可能未来的话，我们也希望说有机会的话，我们会多来邀请一些不同领域，或者是邀请我们大提琴家再度来表演给其他的动物来聆听。动物园讲要看到乌熊徛起来机会真少，不过早起民众来园区要看宝贝，原本等一步拢无看到熊出现，想要到最后宝贝唔拿出来见客，佮再次徛起来互大家看，民众也赶紧把握机会，手机啊啥的一直翕。嘛是一个人徛起来感觉啊，就很像要在你揽起来的感觉，系啊。你感觉你来看台湾乌熊安尼啊？你看到这只熊，你感觉有够水？足够水啊！系啊，而且乌索索啊，形看搁一个白色的。动物园表示，人饲的乌熊甲野生的无共款，宝贝会有亲像人的动作，表示伊感觉好奇，而且想要吸引大家注意。不过野生的乌熊若是徛起来，都是为着要威胁敌人的行为。因为今年的生日音乐会效果袂歹，明年无得空会阁安排一寡类似的活动，增加游客甲动物互动的机会。记者柯家祖、柯昭阳、高雄采访报道。林试所甲成大研究人员对2023年开始来测量，发现这台湾山的大树，也就是大安溪的倚天剑，是有84.1公尺遐尔悬，这也是台湾上界大丛的树啊。林试所也邀请到澳洲的专家来甲伊翕相。了解不种的大安溪行无好行的山路，林试所甲新台研究人员今年3月18到25，搁一届去台湾上悬的树啊，84.1公尺悬的大安溪倚天剑。澳洲专家 Stephen Pierce 嘛伫内底，亲身来为台湾上悬的树啊翕相。Used to set the line from the cliff all the way over into the tree, so we can install the camera system that raises and lowers to take the photos. Stephen Pierce 伫澳洲的摄影团队 The Tree Project 去过纽西兰、澳洲的珍贵树啊，得到真侪奖，伫咧各大美术馆展出。即届虽然敢若伊一个人来台湾，也毋过伊强调甲台湾团队合作，用经验保持简单去完成。Very unique in the world that I come from. The conifer, it has this amazing tall trunk that just keeps going. 去世界各地找上悬的树啊记录 ，Pierce 强调希望互大家更加爱树啊，因为真侪人的破坏是无知。而台湾的山林伫咧世界顶头是真特别，有信心7月公布大安溪倚天剑的相片时阵，成为台湾的骄傲。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去年的芭蕾文化奥运，咱台湾馆呢是有超过7万人次来参观，来看咱台湾伫外交的拍拼。其实这几冬来，在法国国会拢有通过支持台湾的决议甲法案。驻法国的大使霍培基是表示讲，这是实际的支持。除了经贸科技以外，其实呢，在法国的政府对艺术甲文化嘛是真重视的。霍培基认为讲，在台湾是有通找愈侪机会甲法国来合作。这几年，台湾和法国的关系愈来愈密。唔但法国国会通过决议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搁伫2023年通过7年建军法案，透过立法来捍卫印太地区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和自由航行权。现任驻法国代表霍培基表示，这拢是法国对台湾的实践支持，而且伊认为以法国在后面的影响力，台湾若要伫咧国际上发声，法国是真重要的优盘。我相信在未来，在欧洲场域里面，法国会扮演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领导者。那么在未来很多国际场域里面，都会帮我们台湾做国际上的一个发声，特别在这个地区的印太地区的和平安全上、科技发展上，以及我们医疗卫生上。
另外，伫咧地缘政治上，台湾嘛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受到关注。顶个月，法国总统马克宏特别公开呼吁美国总统川普，面对俄罗斯唔通落软，若无恐惊会互中国掠准有权利侵犯台湾。Toi qui veux que la Chine ne vienne pas contester Taïwan et autres, comment expliquer que la Chine n'a pas le droit d'envahir Taïwan et que la Russie aurait le droit d'envahir l'Ukraine? 霍佩兹表示，对这现象拢通看到法国社会愈来愈关注台湾，伊认为咱两国之间的关系有侵犯空间。另外，在文化顶端，法国政府对艺术文化非常重视。霍佩兹认为，台湾在这方面嘛有机会开创经济合作。不管在影视方面的一个产业的合作，还有我们的动画也蛮厉害的。我们动画应该有跟一个跨媒体的一个效应来发展，譬如说我们的漫画跟动画的一个结合。那当然呢，台湾也是以高科技为名，所以台湾也许在未来对于文化艺术的呈现上的科技化这一部分，我想也是我们未来都可以努力来突破的。霍佩兹认为，针对艺术文化交流，通对艺术家甲换驻点来拍拼。像咱国今年开始推动的100亿海外援邦基金计划，嘛是希望让世界看到台湾少年家的创造力。驻法国大使表示，未来除了会继续促进台湾和法国之间科技也有经济贸易的合作，嘛会来透过台湾文化软实力，让世界来了解台湾这个民主国家到底是安怎养成的，和大家做伙交朋友。以上是记者卢尚珠和林晓凯伫咧法国巴黎的采访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下半部各地头的资料。北部地区是24度到33度。中部地区是27度到33度，南部地区27度到34度，东部地区是27度到32度，外岛地区19度到27度。以上就是这则下晡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如果说以那东亚的岛链的，或是大陆上面，丰田玉反而是这个区块里面唯一的玉的矿场。同开这群他有80间左右，拢从事台湾玉加工的行业。